台中有2个7、8岁小男童，唔知影天地几斤重，到旱溪去耍水。2个囡仔甲巡逻的员警讲，唔知影迄个所在袂当来耍水。员警马上就指迄个告示牌，面顶写讲，请唔通耍水，请勿戏水。问因要安怎念？小男童佫真正袂晓念哦，佫问讲，这个戏水的戏，也就是游戏的戏，要安怎念咧？这个时阵哦，这警察是变身做国文老师教因教。嘛，再一次来警告这个囡仔耍水的危险性。警察分别叫2个囡仔兄跟爬上花，因为这条台中旱溪是禁止耍水的。路口都有公告说这一条旱溪是禁止戏水的咯。 2个囡仔兄爬上花了后，雾煞煞，唔知影遮袂当耍水。警察当场找告示牌，问因安怎读。知道怎么念吗？你念一次。什么？戏水游泳。 囡仔兄袂晓读，警察随便国文老师来解教。那小孩子童言童语，他天真的行径哦，让警方哦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哦。那也告知他们这边不能玩水，有危险哦，请他们立即回家哦。如果要戏水，一定要在安全有救生员的水域哦。 警察讲，这2个囡仔兄超国小1、2年左右，后民众发现无大人陪伴，家己伫旱溪内底耍水，所以赶紧叫巡逻警察赶紧爬起来。加上即马过道落雨，开互溪水涨起来，互民众看甲真紧张。加在警察有紧叫这2个囡仔爬上花，嘛叫因后摆袂当伫咧遮耍水。好，先回去，不要再过来了。 警察嘛呼吁，即马台中市政府公告在个危险的水域地点，有乌溪、马路溪、大理溪、搁大道溪等等，提醒民众莫去危险的所在耍水，爱找有救生员的合格游水池，或者是海水一场耍，才袂发生危险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！